中心继续来看台中市女性艺术家邀请展览会，是全国规模上介大的女性艺术的联展。今年有129位的创作者来参加，包含着老中青三代。这个作品包括油画、加彩、墨彩等等，相当的多元。嘛，希望让大众看到女性艺术家丰富的生命力。影片讲到女性艺术家在照顾家庭的同时，又愿拍拼创作。台中市女性艺术家邀请展是全国规模上大的女性艺术联展。今年总共有129位创作者参加，包括老中青三代，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上济100。也希望自己未来可以继续在艺术上面发光。这种画呢是相当随意的、随性的，笔触比一般女性艺术家不同的，它是有点比较。说好听一点，比较豪迈一点。文化局长颁发感谢状，肯定因对艺术的贡献。今年参展者年岁上济是91岁，上少年的25岁。作品包括水墨、雕塑、加彩等10大类。题材嘛为人物到风景，传统到现代拢有。有兴趣乡亲，伫3月15进前会当去欣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